中秋特别到啊，有真侪人会送礼，不过民间的庇护工厂表示，今年路订单的速度有较慢，加在有企业来资本大批的，因也希望讲趁到这个年节啊，会当增加一家业绩。有烘棒甲烘饼证照的身心障碍者，伫咧工厂无闲，替大粒月饼抹两折，就是希望把握国内疫情稳定了后的中秋订单。啊，我嘛有拄到，就是企业吼，因为营业额降低，所以今年都无要搁甲阮基金会继续来采买这月饼的部分。阮目前的销售量吼，甲永年的同期比起来，达成率无20%尔。有庇护工厂特别和法国出名的动画小王子合作，希望在咧疫情期间替人客带来较侪温暖。也有月饼，所以这也有别照的。已经在咧庇护工厂做7年的员工小姨，伊真用心替人客小盖月饼，礼盒也以爱甲希望出发，配合绘本家吉米的插图，也希望提升美气。我起码希望中秋节来的话，我需要很多地带。中秋节算是我们烘焙业的大档，以往都在我们的业绩的全年1/3。今年的中秋买气是比较慢，那我们大概是达到去年业绩的1半。已经带细汉儿、烘棒、烘饼20多档的基金会表示，疫情互因大量订单配送的成本加一寡考量。不过，因也希望庇护工厂的用心，会当互人客食得安心，也食得温暖。记者民警林小凯台北报道。